我哋今日嘅作品係智型大使。我哋嘅作品係智型大使嘅智能解決方案。我哋運用創新科技嘅師生共贏。第一，我哋會介紹項目嘅背景同埋挑戰。老師有食飯啊？你仲有好多菜啊，翻去就食咗先好痛。我食飯啦。你呢度仲有好多啊，翻去就再食過啦。天啊，夠鐘啦！我而家啲嘢都冇食過，邊個可以幫到我啊？呢個場景每日都會發生，老師嘅工作好辛苦。解決方案與原型設計。智型大使係智能解決方案，結合編程與人工智能，自動監察學生進食情況，確保健康飲食。核心功能：重量檢測和 AI 蔬菜辨識，實時評估學生餐盤剩餘。依家我介紹食技術同埋功能。電子磅利用 micro:bit 製作電子磅，精準檢測餐盤和食物的重量。人工智能辨識 AI 鏡頭實時分析，識別蔬菜殘留，確保學生攝取足夠的營養。經同學試用後，加入物聯網技術，透過應用程式將數據實時顯現與負責老師，適時向販商進行反映。學校着重環保，以環保物料製作；外殼以紙皮箱製作，連接位以塑膠螺絲拼合，隨時可重做。電子磅面以回收防撞海綿，塑膠物料有效防水。綠燈啦，食晒飯啦！多謝大家，請支持智型大使。